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这礼拜就是2礼拜连假，高公局指出讲连假的第3天北上会上塞车，因为有冷气团落南，连假的前2天拢真寒。新任的疾管署长曾玲雄今仔上任，要拼4个月来完成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法，未来新冠疫苗一般人1年做1档。屏东小琉球的21间唱水的业者做伙起价，一个人起到400块，公平会认定违法，罚业者235万。新闻开始来看，这礼拜就是2礼拜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局分析讲，这4天的连假应该大部分拢是出去佚佗的车辆，第3天应该上塞车哦。拜五连假的前1天，会阁有一波强烈冷气团落南，中部以北低温只有11度，连假的前2天是拢真寒。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新北市富贵高早起测到10.1度的低温。早起开始，冷气团减弱，北台湾慢慢回温。拜四低温也回到15度以上。不过到拜五218连假前1天，强烈冷气团落南，气温会要开始转冷。礼拜6到礼拜天的时候，整个温度上也是有比较偏凉的一个情形。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在这一波最冷的一个时间点的话，会落在这个礼拜6晚上到礼拜天的清晨这段期间。那在这个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地方，大概是上落在11、12度左右。那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4到15度这样一个范围。拜6到礼拜日连续假期前2天，中部以北甲东部天气偏冷，北部甲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低降雨。连假了后2天，气温慢慢回转来，只剩东半部地区甲北部山区有局部低降雨。另外，在交通部分，高公局提醒用路人，伫拜6连假第1天，全国道双向交通量上悬，路南会较塞车。第一天使用国道的用户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在上午时段可能在一些我们国道的瓶颈路段，像是新竹路段，还有彰化路段。那国3的部分是在桃园的一些风景区，还有在国6的风景区，国3转国6这边都会有一些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5号路南路段伫拜6、拜日，拢会为早起5点开始车侪塞车。前北会塞到假期最后1天的尾暗，高公局分析连假期间各个的交通需求量是雪山磅空容纳量的2倍外。若无法度伫离峰时间出发，建议爱行替代道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疾管署举行署长交接典礼，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甲应信交予新任的署长曾玲雄。施瑞元是表示讲，曾玲雄的任务就是要拼4个月内完成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法，疫苗嘛会常态化，民众1档做1档，高风险的族群1档做2档。交接应信。在卫福部长施瑞元的监告之下，前疾管署长周志豪将应信交予新任署长庄仁祥，完成交接仪式。施瑞元表示，新冠疫情到底要结束，新任署长庄仁祥所落去的任务，就是要拼4个月内完成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法，而且新冠疫苗也会调向常态化方式。全民每年做1剂，不过高风险族群是做2剂。再打下去的话，大家忘了说，这个叫做第几剂、第5剂、第6剂，所以就为了避免困扰了，我们大概在规划就是一年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普遍来做施打。另外，国内爆发欠药的问题，药界所传出健保署要砍掉150亿健保药品预算，引起外界争议。施瑞元回应表示，2021甲2022这2年合算起来，实际调整差不多80几亿，幅度不算大，应该被造成药品退出市场。2年合计去算的话，那个幅度不算高了，所以应该不至于说造成这一个所谓的那个药品退出市场的问题。另外，个人出国常常面临健保停服保的问题，宪法法庭去年底判决违宪。施瑞元强调，会依判决的修正相关规范，2年内会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市场真欠粮，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就批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3天来一直挂保证讲袂欠粮，也毋过却定定跳票。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早起嘛承诺讲3月初就还袂欠粮咯。陈吉仲嘛讲农委会会尽全力来调度鸡卵。规台湾各地拢出现欠粮，特别是非产地的县市，因的供应正安导。
嘉南国家队方点名讲，成立2年，拢无法度来解决这个欠卵的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进前来回答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22指控讲，陈吉仲上任5年，卵价逐年搁咧起悬。佮讲，伫个立法院、行政院附近的这个超市，差不多拢买袂着鸡卵。即马个连学童的营养午餐，拢食袂着完整的一粒卵，要求讲行政院都要成立欠卵小组。他要今年进口30万只的种鸡。这30万只的种鸡要到2024年、2025年才能实际的反映产蛋率的这个良率上面。蛋价比起其他国家来说，我们还算是平稳。针对国内鸡卵需求量有12万箱，目前的供应量差不多是11万3千箱，还佫有欠7000箱。立委表示讲，透过专案进口鸡卵，应该爱来满足国人的需求。行政院陈建仁回应，鸡卵供应受到禽流感，还佫有季节气候的变迁影响着。透过加强环境的调度、饲料番类减税这个方式，有因讲伫个3月初欠卵的危机会当豆豆来解决。这一个禽流感的防范改善这个鸡舍的设备，避免禽流感的感染。更重要的呢，我们也加强这一个国外的鸡蛋的进口。有时候让消费者到我们的超市跑了1、2次才买到鸡蛋，我当然会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跟农委会所有的同仁，每天会把鸡蛋调度到市场。外界关心讲是毋是要激荡卵价？陈吉仲讲，卵价是饲鸡协会卵价事业产销监督委员来定的。目前台湾的种鸡拢是对国外来的，面对气候还佫有禽流感，农委会会落实防疫的工作，补助禽舍这个设施甲换新，来提高台湾卵鸡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教育局今仔表示讲，台北市长蒋万安伫选举提出讲，要补助私立幼儿园的学费，一档补助5万块。也毋过一个政见哦，甲目前教育部佮教署要减少补助私立幼儿园，推动幼托公共化的政策互相违背，所以市长的政见可能无法度落实咯。也毋过台北市政府嘛强调讲，因会继续甲中央沟通争取。有一个场所可以快乐的来学习。鼓励终身学习，台北市长蒋万安参与体验课程甲中正同乐。也毋过各界关注，国教署希望私有补助退场，以免甲公共化政策抵触。今是互蒋万安过去补助私有学费，当年新台票5万的政见跳票。我们会持续的跟中央来沟通那也希望中央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新的方案，也可以顾及到我们地方的差异性。真正能够达到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教育局指出，民国108年起，中央要求地方学费补助方案应该伫3年内结束。北市的1升66大顺，也就是私有大学期补助13660块，会执行到111学年度第2学期为止。伫去年10月拟定推动转型做你我宝贝你。大学期补助上悬25880块，也毋过教育部国民署甲学前教育署认为，甲公共化政策相抵触，所以不回。台北市的地价、租金、还有人力、经营成本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的私幼学费也是平均是全国之冠那台北市的家长除了要负担幼儿的这个就学之外，在生活物价方面也是比其他的县市沉重。北市教育局也进一步表示，已经在规划私有补助新方案，会继续甲教育部参国教署协商，希望在无影响中央对北市的补助款前提之下，减轻家长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进前一个国外齿科医师合力实施的草案，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甲国内一寡齿科医师的联名，就质疑讲，这是为一寡波兰国外摕到学位的齿科医师开后门。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这个草案是针对进前一寡伫国外摕到学位，也是目前各地咧接受教育的学生互因会当回国实习参加考试，这个人因的权益嘛是需要受到保障。伊嘛望讲，伫未来这几冬会当赶紧甲这个问题处理掉。
400外个本土气科毕业生，去年到立法院头前抗议，反对放任泡泡医所的名额。风波过无偌久，想要到卫福部。几日进前有据，国外气科学者实施草案，国外气科学生等台湾实施名额上限，正做无明定。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批评是大开后门。卫福部这样的一个它的空白授权，然后未来的大举进入。好，我们希望这个名额上限呢，是不超过国内牙医学生招生容额的1/10。也不得超过国内任何一所牙医学系的招生人数。泡泡医师指的是对波兰在籍医学生，是台湾学生到波兰读医学院，无实施也无摕到波兰医师执照，就等下台湾报考国考了后担任医师的人。国内气科系学生每年招生有限额，还要通过国考甲实习，和本土气科医学系学生无法度接受。国外先进的国家也都是采取保护医牙市场。那为什么台湾要这样开放？因为我们修了这个医师法，那所以这一条路在堵住了。现在在处理的是已经接受这些教育的，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当中的这些人。卫福部长许瑞元强调，因为法律无溯及寄放已经完成教育或者多咧受教育的学生，权益依然需要受到保障。这个保障就是应接受国内实施参加考试，完成后代决议。苏贞昌前县长已经承诺暂缓无要执行，暂时维持1年50个名额。卫福部也继续规划处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客家本色燕麦场用焚化炉的炉底泡要起垒球场，也毋过今仔有公民团体甲立委就开记者会指控讲，这个球场除了有炉底泡，阁有碎碎玻璃等废弃物哦，因烦恼讲球员会受伤。立委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新竹棒球场的翻版。垒球场的红土层甲挖开，内底虽出现焚化炉压力的废弃物，这是台南环保局用垃圾掩埋场来囤压力的废弃物了后来起的垒球场。不过，完工这侪年来拢还未启用。地方人士和公民团体22伫个私立立委协助举行记者会，要求中央甲地方单位爱注重这个问题。政府责无旁贷，更夸张的是，居然每年还要编列几十万来养护，这不是在花费我们纳税钱的老百姓的纳税钱？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台南市政府会去盖一个不标准的垒球场呢？而且从108年盖到现在呢，完全没有用过。立委咧想讲，这个案件就亲像新竹野球场案同款的翻版。未来若是讲转移予教育局来接手启用，球场无安全，安尼球员一定会受伤。教署里面这边定的一些这个手册来做一些改善那确保这个球员在使用的时候能这个安全无虞。工程的这个改善的部分，我们会再请环保局这边来做一些检讨，看是不是有一些改善或是精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对来开会单位回应，立委唔是介满意，认为讲这个案件是台南市政府浪费公家钱，用整地服务做名义，假啊起球场来囤压力做事实，呼吁讲检调啊，阁有监委都爱主动来调查，嘛要求环保署爱来采测这个压力的重金属的含量是毋是有合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移民署的苗栗专勤队，今仔透早甲警方伫头份一间透天厝查到真侪过期居留的失联移工，有一个越南的移工可能看到警察伤过紧张，就对3楼跳落去，结果头壳重伤，目前搁会急救。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伤者包扎了后送往病院。由于伤者的头部受伤，送医的时阵意识不清，目前搁伫急救当中。报案人表示疑似坠楼。头份救护车到达现场后，患者意识不清，头部有外伤。22号早起6点左右，移民署苗栗专勤队员会同警方，伫头份市信东路这间透天厝，准备逮捕多名失联移工。当你入去厝内底收尸时，一个越南籍男性移工疑似伤过紧张，想要落跑，为3楼阳台往下骹跳，所以因此受了重伤。该男子头部受创，研判为规避查器。自高处跃下民宅空地而受伤，现场查获3名逾期停留之1年级男子，已依法带回查处。
专勤队员除了从这个渔港送医，嘛另外佫查到3个逾期居留的失联渔港。附近居民表示，常常看到渔港的出入，疑似集团的遮用。他们不是有车载吗？回来就是回来了。有技术说看到珠子，就看到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是逃逸的了啊。不知道。苗栗县专勤队表示，失联渔港就依照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强制遣送回国。如果若是确实有非法的做工课事实，那就会追究雇主甲中介相关责任，还佫会使依照违反就付法，处15万到75万罚款。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国内有犯罪组织甲柬埔寨诈骗集团合作，透过网络找人，要求来印定头路的人交出银行的口罩，目的就是为着要洗钱。有一寡被害人发现讲钱真好赚，甚至主动讲要加入。警方对早嘛发现讲有银行的行员私底下甲诈骗集团斗空抽可比相。铁警警力破门攻击器，几10多人为困民当中惊醒。每一间旅馆只住2天，换所在被炸击，最后有完被掠，警方佫救出6个互人关起民众。满满的假金铺啊，放满面床，犯罪集团老头的手法，用网络高薪水来争人，骗被害者交出假金铺啊，佫关伫旅馆一直到银行小户被警示。在我们监控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个被害人因为这个获利丰厚，所以就直接加入他们成为这个控坊的成员。外号土爷38岁姓林的负责人组成犯罪组织，受柬埔寨犯罪集团指示协助洗钱。半年来超过新台币4亿，真侪嫌犯被掠，依照早期洗钱这罪嫌移送。啊，不过警方前一队早佫发现案外案，有银行行员涉嫌以其职权协助诈欺集团成员调整约转账户的额度，调额的人头账户超过20人。遭转出的赃款超过新台币2亿元。他到案之后是全盘否认，那他声称自己只是正常的受理民众的申请。警方发现18岁姓朱的行员涉嫌甲洗钱集团共谋，协助提悬人头小户转销的行业，相关正做3000万，为当中抽commission，用论件算钱，成功一笔就赚5万。敢若伊经手的钱都超过新台币2亿。为防止这种诈骗犯罪，法务部已经咧修法，当发早起，目前有关的行政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团体反对讲，为着要去第4天然气接收站中油的需要填海造陆，会影响到环境生态，所以伫去年的6月7日发起基隆护海的公投。也毋过，内政部发文互基隆市政府表示讲，这个公投毋是地方自治的事项。今仔早起发起公投的团体嘛开记者会批评讲，这个公投的提案受到行政机关故意拖刷刁难。林右昌市长到林右昌部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地方性公投玩弄于股掌这件事，就是4个字：卖海求荣。批评基隆市前市长林右昌对基隆护海公投的态度。王成之讲，去年6月因送地方公投案到市政府，市府拖2个月时间，才讲公投可能牵涉到中央的权责，转送行政院。内政部落尾第12月才认定基隆护海公投不是地方自治事项，企图干扰我们这个公投往前推进的时程。内政部完全行政扩权解释，然后意图要抹煞人民提公投表达声音的权利。护海公投展民意，主管机关别逃避。内政部认定公投牵涉到电业法甲上港法，拢是中央的权责，袂使交予地方自治。民间团体强调，公投主文是针对基隆市政府应该拒绝电厂甲4节墩海造路，无都接受内政部的认定方式。非常清楚是针对基隆市政府，我们公投的诉求是非常清楚针对第4天然气接收站不应该用填海造地的工法来进行，不是整个说世界一定要搬走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只是说它在整个规划上它是不能用填海造地。我们并没有涉及到世界可不可以开发，或者是协和电厂应该转型成哪一种。基隆市长谢国良22载时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会看重新送到市府的修正公投案，敢有符合地方公投的权利，若有就会直接核准。王成之也表示，伫接到市府的公文了后，会经过调整主文，搁再送一摆。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伫去年底完成实务医师法的初审，目前有相关核定的学校有台大、中兴大学、嘉义大学、有屏东科技大学，这4间学校嘛发起联署表态来支持这个法案，有4000多人相挺哦。其中有上百个农会总干事、有理事长，伊嘛望讲法案会当赶紧通过三读，让农业防治甲管理的制度愈健全。一个在接到坎巴岛农的电话，派出咧启东乡农会植物医生郭尚明，马上到参间做植物诊断，希望第一时间协助农民做白虫害防治。若拄上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就会采土来送验。季节啦，甲作物拢有淡薄仔有差别，这中间主医生话拢会替阮，甲阮解决一下。郭尚明是风景局派出的植物医生，平时咧启东乡第一线帮助农民解决病虫害。土壤的肥料和栽培管理等问题，真侪农民认为对应的帮助有真侪。那他们会让我们更对症下药，那可以减少那个农药的使用啊，而且可以降低成本啊。驻地在农会或者是公所的各个职役的话，他们管的辖区就相对比较小嘛，他们只要就可以专注在，像以我来讲就专注在赤桐乡，所以基本上赤桐乡的农民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比较快到达现场去帮他们做及时性的建议。去年底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完成植物医生化的初审，现在包括台大、中兴、嘉义大学和屏科大4个学校，嘛发起联署支持。其中嘛有8位农会总干事和理事长来相挺，希望这个法案会用赶紧通过。我们更希望透过植医法的通过，有更多元的配套可以来让我们的植医有一个证明，他们的课程更专业的训练。那我想这些都是对农民最好的帮助，对消费者最安全的把关。启东乡农会表示，植物医师唔来排除病虫害问题，嘛协助农民建立安全用药的观念。但面对乡内种植面积大，植物种类搁济，明仔农会嘛按算过来找2名至3名植物医生来服务农民。记者有年报道。来看台铁的中立铁道4号、5号仓库，伫2021年已经登录做历史建筑。也毋过已经超过1档路，拢还未开始整修，是个真破真旧。在地嘅文团体嘛呼吁讲，应该要赶紧来翻新，才袂愈来愈后。铁道仓库的厝尾顶破一空大网空空，木造结构嘛起予白遐走了了。台铁中立铁道4号、5号仓库，伫2021年10月登录做历史建筑1年外，即摆还阁迄个用4颗链灯嘛是真杂乱。地方烦恼讲会真做治安的空隙，立委陆明德邀请相关单位来会勘。那我们也会很担心说，那接下来的雨季跟台风季即将要到来，很担心历史建筑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损坏得更严重。土园艺文电线呼吁讲，文化局甲台铁局有关单位要来注重加速修复流程，避免讲重要的历史起来损断掉。嘛，委员讲将来会当来做调查研究使用，嘛会当来开放整座中立地区的艺文展览空间。就现况有破损的部分，它会有台铁局紧速去办理补强。那后面修复再利用计划会按计划的时程紧速进行。文化局表示讲，管理人台铁局应该都要照文资法来做维护管理，还佫有煞后保存的工课修复甲佫利用。不过因为这个修缮标案无顺，已经流标4摆。会勘了后得到文资人员的同意，大成针对这个环境做整理。煞后会比较中长期的规划，甲佫透过申请补助，也是讲自筹预算来做修复。记者综合报道。乌俄战争伫要1档路，有民间团体甲伫台湾的乌克兰人做伙开记者会，因呼吁俄罗斯应该爱马上停战。伊嘛真感谢台湾的协助，望讲国际社会继续关心，战争会当赶紧结束。俄乌战争到要满1周年，国际特赦组织者的民间团体和在台乌克兰伫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头前来举办记者会，并且甲长灯5万的日头火摆做心形，表达和乌克兰的民众团结，呼吁俄罗斯都要随来停止吞打乌克兰甲所有的侵犯行为。我们去年1年前也来过这边，那其实当时也是同样的呼吁，就是俄罗斯政府就是立刻终止这样的一个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一些这个侵略性的还有武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乌克兰的难民人数伫个一年来就突破800万人。不如个在台乌克兰来找庇护者，因为签证的制度问题，拄碰着真侪困难。台关会呼吁政府都要延长签证。在台咧读册的乌克兰学生嘛，望讲台湾社会爱煞咧关心。Honestly, all of us wanted to end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also none of us want to ever live under Russian regime. And we hope that we would get more military aid and take back our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另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演议讲要来访问俄罗斯，策动和平谈判。在台乌克兰学生认为讲，除非俄罗斯真正有心要停止战争，也若无任何协议拢是无效，干那望望家园会当紧密来迎接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俄罗斯总统普廷昨发表演说，宣布要暂停参加甲美国订定的减少战略武器条约。也毋过，普廷嘛强调讲，罗西亚毋是退出，只是先暂停。在伫普廷演讲的时阵，罗西亚军队又搁用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的都市赫尔松，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廷一国情咨文演讲警告，俄美一项双边核武控管条约要暂停，莫斯科可能恢复核武测试。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вое участие в договор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ях. Повторю, не выходит из договора. Нет, а именно 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вое участие.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пасных иллюзий, что глобаль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арит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руше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方这决定是无负责任，暗过意愿意协商。减少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最后一项核武器规范协议，内容主要是就这弹道飞弹、接射弹道飞弹加重型轰炸机部署搭载核弹头数量未超过1550粒。2010签署，2011年延长5年，2016年到期。目前两国有全球9射核弹头，共有差不多4000粒。拢强调尽可能避免战争。暗过俄乌战争了出现变数，普廷表示乌克兰甲西方引起战争，俄国必须应战。在乌克兰1年战争会继续。Мы все хорошо помним картинки, когда с воздуха наносили удары по Донецку. Я хочу это повторить. Это они развязали войну, а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силу и используем, чтобы ее остановить. 对伫普廷发表国情咨文，乌克兰南部都市赫尔松真侪所在，俄国军兵的空袭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社群媒体表示，俄军搁一摆无情杀害百姓。当地华沙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伫演讲时，并无讲到对俄罗斯新宣布相关回应。有关表态，西方并不是亲像普廷所讲，密谋攻击俄罗斯这场战争从来都无必要。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这礼拜开始，伫澳洲跟纽西兰会开始实施付费订面册哦。面册母公司 Meta 19宣布讲，有付钱的用户会当认证摕到哪些狗仔，避免口罩防偷用，还是避免防偷走。目前已经有哪些狗仔的用户未受到影响。面册母公司 Meta 19宣布推出 Meta 认证制度，面册甲 IG 网页用户每个月爱付钱11.99美金，相当新台币366块；手机用户是加3美金，合新台币458块。账户就用得到拿99认证徽章。除了防止冒名甲互人偷用演提权，互人吹到甲出现的几率。另外，用户延付Meta专属优惠，目前敢若提供18岁以上的用户，无包含企业用户。It's a verification, a bit like the way Twitter had the blue tick for people that could prove their identity and their public worth. Meta 付钱制度这礼拜头先伫澳洲甲纽西兰实施，社群媒体业者表示，这项服务是面册升级版。Meta 对应查核用户身份，减少冒名甲互人偷用的证据，提供社群经营者更较侪保护机制。不过，一般用户表示，有甲无拢无差。I wouldn't pay for Facebook. I feel like if you don't pay, they're going to inundate you with ads and sort of bots and stuff just to punish you for not paying the $20 a month.
社群媒体 Snapchat 甲即时通软体 Telegram 伫2022年推出付费服务。推特是伫顶个月开始收钱。Snapchat 伫2个月内新增加100万用户。Telegram 用将近半年时间超过100万，虽然营收表现依然有待成长，不过社群媒体已经将订阅制度看作是新的营收项目，社群使用付钱也正做出色。另外，美国最高法院为2日开始针对网络平台用户发布内容有合辩权展开2天的辩论。这项合辩权来自美国1996年通过《通信端正法》第230条法案，保障Google、YouTube 甲面册、推特这社群媒体用户发布内容的编辑权。虽然网络资讯甲言论应更加公开传送，也造就网络平台权力不足，所以因为不当内容的泛滥受到争议。反对这法案的人士呼吁，若牵涉药品贩卖、诽谤诉讼、暴力威胁的网站内容，拢无应该有合辩权。最高法院将对遭受恐怖攻击致死的案件展开辩论。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今年烤化真严重哦，运河的水位已经低到拢会当看到运河的底部咯。水位上过低，无法度行船。专家甲船团嘛警告讲，未来会更有新一波的烤化危机。另外，法国最近个月拢无落雨，嘛是面对烤化的危机。威尼斯运河水位实在伤低，以早真受到观光客介意的水上游览行程，即马所看到运河变作落光的大街，厝的地基捅出来，船只卡伫烤化的河床，也造成贡多拉、水上客车甲救护车无法度运行。这项情况已经继续几啊礼拜。这个单位阿尔卑斯山落雪量无到往年的一半，落雨量也不足。北部的加尔达湖水位降到历史新低，乌上一座圣比亚吉奥小岛，即马出现一条小路。Abito qui da 18 anni e non l'ho mai visto così basso il lago. Cioè di solito arrivavo qua con la barca, invece questa volta si va a piedi. È abbastanza brutto, diciamo. Speriamo un po' di pioggia in più. 西澳目前有一个高气压打着，已经滞留大约15天，造成气温升悬，无啥会落雨。根据上新的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有一个气旋挖近，有希望带来落雨。意大利船团环境人员表示，意大利的河流湖壁出现欠水危机，上长河流保护为西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流往亚得里亚海，即马水量甲往年同期比减少61%。烦恼去年7月造就70年来上严重的烤化的危机会阁发生，迄当时保护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区的农产量占意大利的1/3。那伫法国已经有31天无明显落雨的烤化记录。气象局日表示，自1959年有记录起来，冬季无雨天数是以前毋捌看过。去年因为严重烤化、雨水不足的危机，今嘛更加互人烦恼。西南部大约有1000位的农民就地抗议，要求储水灌溉。Et là, nous est proposé des baisses autour de 20-30% des volumes, qui sont catastrophiques pour notre agriculture locale. 通常冬季是靠落雨量来补充地下水的关键时期，不过自1月2日以来，法国全境逐天落雨量无到1毫米，甲2020年的春天的记录是差不多。公视新闻黄文廉编译。花莲县议会甲县政府最近因为县长、副县长无要出席临时会备询，产生冲突。议会甚至刊广告要来找正副县长。县议会今仔嘛表示讲，因会来组成议政咨询委员会，来听听地方的意见。花莲地方部最近出现一张找人的广告，有啥物人看到县长市政会甲副县长颜新忠，请伊为全民权益设想，警告议会说明，按怎2月初9多位议员的建议款执行案拢卡掉，2月13的第3读会也无出席。既然县长你非常重视这些民生议题的预算没有办法通过，那你就应该赶快来议会说明。每个局处都每天发一篇新闻稿，都在指责议会。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每一位议员啦。花莲县府表示，以地方制度法第48条有明确说明，县长、副县长伫相关延伸的非技术规则上，拢毋是属于应该列席的警员。对议会看这款的广告表示尊重。在地方自治法里面，在议事规则里面没有严审这个部分。在临时会的部分呢，其实就各项的提案
来做各项的说明，所以是由局处长就业务面来进行报告，这是应尽的责任。花莲县府甲议会的关系紧张，尤其伫即届议长选举了后，更加浮上台面。议会议程搁是筹组关议会议政咨询委员会，北中南区拢会设点，强化民意，以作为甲中央也是地方政府沟通的桥梁。所有的议员全部纳入为当然委员，我们会希望在各乡镇会有一些联络人来联络，然后来帮我们收集资料，甚至我们会不定期的依照任务需要的话，我们会前往乡镇去开这个座谈会。议会强调，委员会顾问等相关幕僚人员董事无薪水，相关建言将期尾会送议会审议。不过，府会关系紧张，服务界普遍认为，议会的议政咨询委员会甲县府的北中南服务中心互相类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西屯有500外户，暗时水压拢会变甲真细，有当时阁无水通用，这款状况嘛得要1个月咯。附近有真出名的房价上款，嘛去影响着店家做生意。自来水公司是表示讲，有可能是管线上旧咯，阁有所在漏水，嘛表示讲当地地势较悬，今仔暗时开始会来调整水压，卖掠漏，卖来赶紧变预算换管线。甲某大雨伫捧，饮水机也是拢无水。台中市西屯区丰福里有500外户的民众，为今年1月中开始，逐工到暗时7点过了，一直到隔天工透早5点，水压就变甲真细，甚至无水通用。因为当地就是房价上宽，店家甲民众拢真困扰。旁边的就是店家是没有水塔的时候，他们生意是非常受影响的。那好险是我们家自己有水塔，可是自己有水塔的时候，这个加机器会不断的在空转，然后对我们来讲都是其实是觉得很危险。我们丰福里啊，水压很小，水压不足。大约都是在晚上发生的，说晚上的7、8点到凌晨4、5点，这是很反常的一个现象。接到的讯息都是自来水公司都反映的是说，没问题，没问题。当地里长讲有500外户受到影响，但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拢经历的日时，总是查袂出原因。自来水公司表示，当地因为地势较悬，水压较细，加上管线是1988年代下的非常的老旧，可能有漏水的所在。22号暗时会派员来检测，而且调节水压。水量的调节，把它水压增大了以后呢，我们今天夜间的话我们会派人来夜间测漏，这样子。那是短期的啦，长期的话我们也是一样会编列预算把这边的管线把它汰换掉。自来水第4区管理处强调，丰福里35年来人口倍增，管线的口径早就已经无法度符合大量的用水人口。目前增大水压虽然会使第一站解决民众暗时用水的问题，但是别讲的风险也大增，未来会变得预算专门来汰换管线。记者台中报道。为着友善行路人，各县市拢开始画有标线型的人行道。来看台南规定的圆圈嘛有画哦，也毋过有民众就质疑讲有画哪无画咧，因为附近有真侪店家汽机车违规违停的状况是袂少，根本是无法度来保障行路人的安全。台南规定圆圈周边上加林立，嘛是民众免毋惊的热门地点。但是详细看，民众停车的地点下骹阁有绿色的标线，这是交通局近期拄画设的标线型的人行道，民众或者是无看到，或者是多方便，袂少人临时占用。车辆这样进来，对啊，我们依照我们以前的旧习惯，就是直接就骑进来，就会不小心违法。但是他目前他这样子的想法，把车道限缩在一定的范围，其实对这个交通，我觉得是还算比以前好了。感觉他写人行道就是专门为人行设备的，所以觉得会比较安全。这大桥就无讲作措施啊，你话这人行道这不是观光地区啊，所以这话这无讲作适合啊。标线人行道遭受到占用，或者是汽车、机车违规行驶，规定分局是统计，对去年12月画设完成了后，几款圆圈违规停车以及无按照规定使用停工，总计24件，未来嘛会加强处理。本分局已经将这个路段的实体人行道和划设人行道的部分，持续列为交通稽查重点。本局将严厉加强告示牌面的提醒
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不过，有民众表示，当地的实体人行道遭受到店家占用，标线型的人行道形同慢车道，行人嘛唔敢行。交通局嘛强调，近期将会召集相关单位严以排除，盼望会当营造友善行人的道路。记者王正宏台报道。来看宜兰县总围乡有一片还未保产的稻仔田哦，所有大批过冬鸟死伫遮。经过检验，确定是禽流感，有可能是这个水鸟去食到有毒的稻仔。目前是搁在调查。县政府嘛呼吁农民用农药要爱细腻，避免造成生态危机。一只江尾鸭都安尼死伫田中央，画面互人看甲真艰苦。宜兰县总会乡一块还未插黄的水田，这警方发现有大批的大冬鸟，江尾鸭死亡。经过官府人员检验，确定毋是禽流感，技术是水鸟去食到有毒的稻仔造成。是中毒的迹象啦，然后下午带回来的时候已经给过一次解剂了。规排江尾鸭的尸体，互检验人员解剖，要了解确实的死亡原因。作为各种后壁农田最近有上千只江尾鸭退色，官府最近伫田中估计14只江尾鸭尸体，另外还有3只强烈死的活体。目前当咧解毒抢救，希望会当挽救珍贵的生命。春耕的时候会先撒农药吗？会先撒不会，不会哦。实际行入田区，即马当时春耕时节，也毋过当地还未插黄啊。农民也讲，还未插黄啊进前是未压农药到田地的。那在此，县政府也呼吁，在春耕期间，也请农民妥善用药，以免造成生态问题。江尾鸭确实死亡的原因，敢是真正食到有毒的稻仔，还是有人调工毒杀？官府也需要调查，也毋过也呼吁农民，伫春耕期间应该爱妥善用药，避免生态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公平会接到民众检举，讲屏东小琉球21间唱水的业者做伙起价，本地一个人是300块，还是350块，即马拢起到400块咯。公平会嘛认定违法，罚业者235万。也毋过，业者是讲因真冤枉，嘛强调讲因配合政府防疫，成本是增加袂少，才起价，说防处罚是真无奈。疫情解封，又阁有侪游客来到小琉球畅水，欣赏海底生态。伫这进前，小琉球伫咧2021年5月受到疫情的影响，全面停止畅水活动。到8月重新开放，煞互人去公平会检举，讲因联合起价，一个人300块、350块起到400块。公平会调查确定有联合行为，所以甲21间业者，特经罚10万到15万，拢总是罚235万。小琉球观光协会嘛罚15万。稍微微调整价钱去因应这个防疫成本。那属实不知道说会影响到后续这个公民交易法。这种300块。400块，而且我们又不是真的是垄断，我们是为了要做我们的防疫的效果，然后定出来这个标准给你看，这个我这真的很莫名其妙啊，真的。有业者就表示，为着要配合防疫，成本才会增加，所以需要起价。即马煞互人罚钱，实在真无奈。那公平会是强调，联合起价就是互法律禁止的，即间有考虑到疫情的冲击，已经罚较轻啊。因为景气或是一些疫情的关系，有经营上的困难。事实上是可以依照公平法第15条的规定，来事先跟公平会来提出一个申请豁免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必须要在事前提出。公平会嘛表示，若是受到近期这寡因素影响到经营，会当先伫咧联合起价进前通报公平会，核准了后才袂受罚。若这寡创作业者嘛考虑要申诉，也是甲面带真情，若是照常爱罚，嘛敢若会当接受。记者综合报道。春天的大吹水果枇杷哦，开始要收成咯。咱来看台东县卑南乡初鹿地区有种一种长期早生种的枇杷，今年受到轮理月的影响，产季延长，枇杷品质是愈好，所以今年的价格嘛淡薄起。台东县卑南乡初鹿地区长期早生种枇杷园，即马果树顶悬价格满，拍开土地啊，经黄把满用采收。毋过农民今年发现，熟果甲青果同时成长，因为今年节气真特别。天气还有闰月。台东县枇杷只有150多公顷，算是良少品质好的水果之一。以前产期到3月，今年受特殊节气的影响，初鹿地区产季会延长到清明节过后。毋过品质无变，也是甲以前同款好水分质甜度要高。水分够，甜度够。这个温带水果越凉的话，
没有大太阳的话，它会更好吃，而且长得会更大多汁。台东县农会表示，目前错落地区的鱼价介绍较顶级无同，一袋斤为180到240，比去年起1成。即马农民陆续接到订单，补种上市。记者综合报道。明仔特别公布大学学测的成绩，专家是建议学生先了解家己的兴趣，嘛要评估世界产业的趋势，再来选填申请的科系。大学学历测验2月23公布成绩，将近12万的学生面对这么多学校科系，到底安怎选才通对未来找头路有帮助？人力银行建议选科系进前，先评估世界的产业趋势。ESG。相关的这些学程这样子哈，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环境保护有个使命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元素把它放进来做考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是跟这个我们数位企业要求数位转型的这个人才哈，跟数位化有这个关系。好，所以像很多学校可能有这种 AI 相关的这个科系或这个学程。那另外一个可能跟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年龄开始就是高龄化有关系哈。好，所以有些可能跟高龄产业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这阵工程类的毕业生起薪有3万4，管理、社会人文类的是3万通块。另外，读大学的时阵，若捌修过数位资讯相关的课程，较有机会加薪水。也若读文科的学生，学者鼓励会当增加语文能力，提高竞争力。尤其是这些，如果同学们想要去外商公司上班，或者是比较台湾的比较国际化的产业，对企业主来讲，他就会认为这样子的同学将来聘到他的公司，把他派到海外去，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小。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实习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有实习机会，他就会比较了解实际上的跟他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中央大学表示，教授伫面试学生的时阵，也是会参考在学的表现，建议同学经学校科系进前，先评估家己的成绩甲课外的表现，才通提悬录取的机会。记者麦尚英、曾正佑台北报道。一寡餐厅都给引进机器人送餐的服务，来看国内的工研院，因利用自动驾驶甲5G 的技术，打造全台湾头一个机器人外送员。3月份开始，在高雄软体园区的超商开始外送服务，咱做伙来看卖。甲人客订的咖啡放入去箱仔内底了后，机器人外送员就准备出发。自动式移动机器人 AMR 伫餐厅送餐已经无限行，工研院打造全台第一个机器人外送员要行出户外。3月起，伫高雄软体园区内的超商进行外送的服务。地形的判读就是等于扫地图进去哈。那第二个呢，照着存在里面的地图进行路线规划。那第三个是避障。那我想今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会坐电梯，好，这是我们一般在路上看到自驾车所没有的功能。除了会使互机器人家己坐电梯送餐，靠自动驾驶功能甲5G等技术，无论是转弯也是就行落行，拢可以袂倒。拄到障碍时，也会当打动或者是劈开。甲工研院合作的超商业者期待，未来机器人外送员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像这种无人式的服务呢，其实会带动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服务的范围的扩大，以及我们人力的节约上来讲，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协助。使用机器人甲一般人工到底倒一种成本较好？业者表示，等试营运了后，有详细数据会个评估。毋过嘛有外送员认为，外送常常会拄到地址毋对等问题，需要甲人客沟通，机器人无法度完全取代人工。他的地址会写在 A， 但是实际上他是住在 B， 对。那这个就是要透过跟客服去联系，才有办法更改地址。科技进步，让机器人有机会渐渐取代人工。工研院表示 ，AMR 机器人目前主要用伫程度业的运输，未来除了外送，嘛希望会当用伫医疗等产业，或者运送检体，也是备床等等，解决欠工的问题，也当降低劳工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邀请歌戏、布袋戏、甲京戏，加强7个艺文团体，甲因经典的戏出改编来演出，一出又搁一出的好戏，咱做伙来欣赏。一人巧虎嘛，只能等，无一阵光家打出门。一代博情郎陈世美，敢真正有遐尼歹？新团歌戏团推出大家出陈世美反间，用男主角的立场去讨论婚姻内底的心酸甲无奈。
什么环境、什么伊遇到什么代志，伊会变成安尼的人。大部分陈世美甲陈香莲拢是真古早的古册戏啊。你即马要甲伊讲，用即马的少年人伫看戏的时阵，你用什么想法，要甲伊反转伊的即个变讲表演的方式，这就是变讲咱即马要找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2023大家出再现系列，以中俗经典为主题，包括歌仔戏、布袋戏、京戏在内，总共邀请7个艺文团体，将古早戏出重新编造。除了剧情切的角度无同以外，声光的效果嘛加添变化。金河转到伤心火。台北木偶剧团推出真情倒当期，特别注重武戏的部分，加入八管的演奏。团长讲，人红仔的师傅更要经过特别训练，不仅要会武戏，然后在戏偶上要用力，然后他自己也要唱，所以就是连打带唱的一个身段的戏这样。那时候拢会请个木架、叉架啊，站边啊绑，所以很大声，啪啪啪啪。然后那个他的力，不管他是拿刀或拿枪，就有力道。2023年大家出再现，3月18开始，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连续演出7场经典戏出。记者麦上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非洲国家肯亚，女性常常受到性侵害，也是风气抗动手暴力对待。当地有一群查某人因成立女邻村来收容不幸遭遇的妇女，让伊会当来过新的生活。已经成立30档路，嘛帮助未这个女性活出无共款的人生。咱做伙来了解。这阵穿传统服装的妇女第一早起唱歌跳舞，开启一天的生活。用乡一看，这村庄甲非洲其他社区无甚无同。啊，不过上这观察就会发现，这无半查甫人是女性专属的女人村。I'm very proud to live in this village because no one is forcing me to do anything, and my husband can't assault me here. 这女人村在肯亚北部乌莫加，是1990年15月后英国士兵性侵了，搁互先生绑杀甲拍的女性所成立的。这2年来，欠有共款遭遇的人来遮，即马有10几人逃离强迫婚姻甲家暴妇女住伫遮，因伫遮学自力更生，靠观光甲做手工艺，赚一寡钱。同时提倡女性应该掌握自主权，拒绝早婚甲挂类这强迫行为。There is no need to have children without a plan. These girls need to be educated and choose their own partners, not like the old days where their fathers married them off to old and rich men. Women should choose who they love. 虽然因伫遮过快乐生活，不过肯亚全国至少有4成女性生活伫家暴或者是性暴力影响之下。要改变安尼父权文化，还佫有真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将会面分析。来看印度有一间新创公司为着要互员工过劳，伫公司所有的电脑拢有按下班提醒的设备，时间一到就会自动关机，实在是真大心。警告你的工作时速超过了，作业系统10分钟之内就会关起来，请转去。印度这间信息科技公司的电脑为员工一开机，工作就开始算时间。那工作时间到位，电脑荧幕就会跳出来要求员工下班的建议。若无听，电脑也会自动关起来。甲其他卡袂着，互员工加班超时工作企业比起来，这种时间到啊，就放人，而且佫主动提醒员工下班呢，因讲是幸福企业。बीइंग अ गर्ल मेरे लिए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कि मैं टाइमली घर पहुंचूं। घर के और भी बहुत सारे काम होते हैं, तो उन सब 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और वर्क लाइफ बैलेंस के लिए मेरे लिए पॉपअप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जाता है। इवन कई सारे कलीग्स मेरे पास में आए, जब उन्होंने पॉपअप देखा दे वर शॉक कि ऐसा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सो दे आस्क्ड मी कि हमारी लास्ट कंपनी में तो हमें हमारे मैनेजर से परमिशन लेनी होती थी कि क्या हमारा काम हो गया, हम जा सकते हैं। दे यूजुअली प्रोवाइडेड अस द नेक्स्ट सेट ऑफ वर्क्स।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就捌警告，长时间工作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新冠疫情期间情形更加恶化。一份发布在国际环境期刊的全球性相关报告指出，加拿大2016年有74万5千人死伫甲过劳相关的中风甲心脏疾病，比2000年增加将近3成。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劳工联盟共同进行一项研究，显示过劳死亡72%是年会伫中年以上男性，而且发生的时间点有时阵毋是伫长日，是数十年的累积了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